观众朋友食饱未？歹势，今仔日较晚，老师平安。因为你看即个，去到即个所在吼，有一点仔久哦。为虾米诶？为虾米遐尼久诶？因为这咱走转去伫初代什么初代教会呢？初代教会初代诶教会哦。你看因诶建筑也好啊，因诶礼仪。而且即个教会阁是伫什么所在？伫一个土耳其。较早叫叙利亚。而且即阵拢是什么回教国家诶一个所在。即摆伫土耳其啦。土耳其阁会当保存伫即个初代教会诶即个什么屋檐，是毋是？讲迄个听讲即个教会吼。嘛是耶稣迄阵讲诶话哦，亚兰语阁有留落来哦，阁用即个语言嚟敬拜，真厉害。有人会晓亚兰语诶无吼？所以咱会当看到顶悬吼，有一个即什物花啊，袂晓讲。这花叫做番红花、番红花啦，还是讲藏红花啊？藏红花啦。嘿，就是台语叫做番红花啊。伊会当做燃料诶，对无？做燃料，还会当做药啊。所以真贵，迄款物件足贵哦。嘿啊，做无。迄个花丝啦，就是中迄两个红红诶，伊敢若要储迄个所在。嘿，所以咱今仔要讲诶即个教会呢，叫做哈拿尼亚吼，伊嘛是叫做藏红花吼，有两个名。哈拿尼亚是因为纪念即个伫遮修理诶啦，就是讲圣哈拿尼亚受到伊吼，伫马丁诶中心，咱前礼拜有讲过马丁迄个城市吼。伫马丁诶东边，差不多4公里诶所在，就有即个修道院。因为即个修道院诶地势有较悬，所以对遮会当看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。是，所以伊就是为即个所在对马丁过去4公里。4公里诶所在。所以你看哦，顶悬有即个吼。伊即个名其实是土耳其语，足长诶吼，即个袂晓念。对，土耳其顶悬诶，就是亚兰语。这就是这就是耶稣迄阵讲诶吼，亚兰语吼。这就是藏红花诶意思啊吼，什物番红花伊诶名伊阁有另外一个名叫做哈拿尼亚。哈拿尼亚，因为哈拿尼迄个主。就是讲，即个修道院是即个哈拿尼亚甲伊修建起来，甲伊建立起来，所以就用伊诶名来纪念伊。是安尼，所以为什么叫藏红花？因为因诶花因诶算在因要做厝诶时阵，迄个土有浇迄个藏红花迄款花红色喺内底。就是讲，所以因诶起起来即个色吼，就是用即个花诶色去染色诶啦吼。伊要起诶时阵是伫本地是一个太阳神诶神庙啦，一个庙啦，伫庙顶悬起起来。经太阳神是差不多4500年前诶历史啊。这厉害哦吼！太阳神诶庙改做修道院，而且伫回教诶所在，阁去互保存落来，无去互火灭掉。你讲回教是后来诶代志啊，较早遮是有那拢基督教。后来变清真寺诶嘛吼。后来足济变清真寺，但是即间无哦，即间游园是修道院哦。即个就是隔断吼，但是因诶这段的，是因诶主甲天主教共款拢有一个这段。伫遮迄个敬拜诶所在啊吼。
所以咱讲这是四世纪起诶，4500嗯，年，历史有遮尔久啊。4500诶，较早4500前是太阳神诶神庙啦。哦，由后来就创芳起来火无，所以汉那尼亚就是顶悬甲伊去修道院，就是安尼来。咱想有1500啦吼，嗯，所以伫啊，迄阵，793年，主教有一个主教，伊诶名叫汉那尼亚，是伫马丁诶主教啦。伊是就是讲足大规模诶来征收，所以用伊诶名来号名。所以伫1293年一直到1932年即个所在是叙利亚东正教诶中心，也就是领导诶中心啦，也当讲世界诶东正教诶中心啦。嗯，是，所以伊遮阁有保存足侪叙利亚、阿拉文伯就是讲文，伊诶文字啦，一寡古早诶手稿手稿。保存甲足好就对啊，这无简单诶吼。你看即个所在诶，即个就是讲用迄个番红花有去甲伊迄个藏入内底，染色诶，一个迄个这是石头吗？石头，拢石头啊，当然拢是石头啊。毋是咱讲诶瓷砖诶，是石头啊。所以即个色是天然诶吼，天什么天染色名讲，你是天然染诶。哦，所以即个名足长吼，伊就是用即个。土耳其话藏文话就是安尼读个 Darul Zafaran 就是德鲁尔扎法兰咱是安尼个翻译个。英文的藏文话叫做 Saffron。所以伊有嘛是有啥物？伊内底有出侪经啦，修道院有内底有啥物教堂啦，有圣母教堂啊，有主教诶祭堂啦，阁有墓地啊伫内面啦，安葬就是安葬各种，就是讲主教拢待伫遐就对啊，那死去拢待伫遐。1500当诶主教吼，待伫遮，这无简单。来，即个就是咱讲诶，即个花足水诶吼，有人看过无？即款啊，就伫，敢若伫迄个叙利亚，还是讲伊朗，还是波斯遐较有啦，其他诶所在真少。老师嘛翕无着，毋捌看过。是，即个嘛是迄个 AI 做出来哦，老师嘛翕无着对无？无得看。即个是迄个因要去哩，几个门诶吼，几个窗啊。爬去楼顶参观。这真济窗啊，因诶特色特色。顶悬诶是去价，敢是嘛是迄个360度诶啊，四面拢会当看着诶吼。即个咱正面咱伫遮看去诶正面已经就是较早太阳神诶祭坛，因为因留一空色空啊向东边，日头若对迄个空照入来，因就开始太阳现祭。太牛啊，太阳安尼啦，伫遐献祭，迄个因为日头就因为神嘛，所以即间迄个献祭堂，太阳神，边仔迄个要行落地下室迄个楼梯，行落去以后就是有墓地啦，阁有一间啦，即间就是因咧献祭祭坛。即间毋是墓地哦，即间是献祭，所以有开一个窗啊，迄个窗啊是放东边诶啊。放东边，若日头光照入来，日头光若入来，
伊啊，就就开始开始读。练习哦。安尼嘛是足巧诶啦吼，知影讲啊无伫下骹毋知影是下暗还是下早，是讲时间是安怎着，所以伊就开对，一个暗嗯，开一个当兵诶窗仔吼，伊就知影啥物时阵要刣啊安尼。啊，即个就是落去到迄要个去要广播，行落去下骹哦，伫顶悬要行落地下室就对啊。就即个问啊吼。所以咱讲则是搁活伫哦，初代教会，初代教会，啊，佮有吼一个正平迄个道吼，差不多每一间修道院，还是讲东正教诶吼，拢会当看到即个道啦。哦，迄个光面诶内底有一个放射性诶一款放射，迄就是代表讲上帝诶荣耀，上帝诶光，上帝诶光毋是太阳光哦，毋是人做诶，是伊诶荣耀诶光，是对基督发出，所以中心一点嘛吼，即个吼，啊，着放射出去，就讲上帝诶光吼，基督诶光着安尼放射出去到全宇宙。哦，啊，顶悬阁有刻一寡树物，迄个讲石头无生命内面，阁画出有生命，就是爱电能啦，爱电能诶记号啦。哦，因讲迄个是将来人要过活，人是有愿望诶哦，毋是因为上帝就是光会照人，照我见伊诶人。光照吼啊，就会当看到上帝，搁再来就是人搁活。树物也搁活，所以伫无生命中间来结出来，拢用石头结的对啊。哦，啊，足济哦，足济位拢会当看到。拢会当看着即个像哎，诶对了对，太阳。拢会当看得出来，哦，所以伊这就是代表迄个代表上上帝的光。光。因为本来伊这是一个太阳太系。阳的光发射出来，放射到每一个所在，啊，对中央射出去。哦，所以哦讲老师讲这本这个地是一个神庙，啊来顶悬甲伊起做修道院。修道院，嘿，对。嗯，安尼有厉害哦，表示讲咱的上帝比伊较厉害安尼吼。哦，为虾米所以伊个太阳庙是起伫下骹吼，较袂热？可能无啦，可能时间久啊，慢慢啊吞落下骹，所以咱做者古堡啦吼，也是碉堡拢恁土骹挖出来，嘿，哦，共款意思啦。时间若久，顶悬路诶，哦，一寡土粉甲伊砍掉去啊，拢是安尼。啊，来，咱来看圣经哦。虽然讲哦，即个马太福音12章20节，我用这段讲受伤诶罗得，伊无被压制，美化诶火青，伊无拍实，直到互公义得胜。即个意思是讲，你看即间教会哦，伫即个伫咧伊斯兰诶国家，强要花去共款啊，但是上帝保存伊。哦，规清当来拢甲保存诶，虽然要花起来，但是伊无压制，就受伤诶罗得，伊无要压制。哦，上帝无要甲伊压制，也要保留一把火枪哦。要花诶火枪，伊无拍熄，伊无从啊分花，继续得一直到当时等候上帝诶时间若到，直到公义得胜，上帝要搁再来。所以意思讲，上帝话哦，袂无去啊，圣经袂无去。虽然有足济外口足济压迫、足济迫害，哦，主教啊，互人杀死滚来啊，袂要紧，有那一口气有那伫咧，会继续落去，因为受伤诶落得伊无要压制。所以教会毋是靠政权，毋是讲因为你是啥物政权，还是讲啥物国王较有力安尼武力较强，毋是啦。是靠祈祷甲文字甲坚持，来保存语言诶传统诶重要。那毋是叙利亚诶修道士来保存，今仔日可能已经失去耶稣诶语言。
所以这段是阿兰语，对无？即本阿阁有兰语，用阿兰语咧敬拜，讲话祈祷吼。咱后礼拜来讲专门阿兰语的，佫有一间修道院，咱先煞会当听着因用阿兰语诶主祷文吼。后礼拜再来讲。是哦，后礼拜会记转来哦。所以呢，即个修道院已经清5冬啊，这真正是无简单，因为伫穆斯林吼，是即个国家伫个穆斯林的环境内底，会当活咧，佫是已经清5冬啊。所以咱讲诶这就是一个见证，就是见证什么？受伤诶落得伊无要压制，所以毋免伤心啦。上帝伫咧。是，所以观众朋友，你若感觉受伤啊吼，你会当来阮诶上帝遮哦，伊拢会甲即个伤，甲伊医好好，对无？对，拢袂止去哦，感觉你要止啊吼，不要紧吼，到附近诶教会来来啥物找求吼，阮诶上帝拢做愿意帮助你呢吼，所以咱即阵就来看老师翕诶哦，即个影片讲着亚拿尼亚教会修道院。即个叫做哈拿尼亚，对，哈拿尼亚修，啊，伊是藏红花吼，种朋友嘛来吼，做伙很难翕相。这个是咱拄食一个饭口，伊本来吼做奇妙的是进前是咧拜迄个太阳。来到顶悬欢喜修道院。石灰啊，用石灰染迄个灰，灰红红的灰啦，灰色的。这是国会议员哦，国会议员来去遮开会。你奇怪吼，因拄好要出去，阮咧。讲无啥物保安的吼，当人做伙共一个，当游客共一个门里出入咧，无看到啥物保全人员。所以这个是利用亚兰语耶稣讲的语言去敬拜主。咱拄则讲伊留一个糖无即个日当照入来，日头照入来。而且爱按当兵哦，安尼较知影讲是下早吼，是西兵哦，下早到啊，来就开始献祭。多谢咱的观众朋友来捧场的吼。来，咱今仔日讲的就是我的初代教会
抑个活咧哦，到嘿，时阵抑个活咧哦，哦，即本阁有抑继续伊个有咧聚会哦，聚会哦，而且是用什物阿兰语、啊兰话哦，阿兰话，厉害。咱若有兴趣诶吼，会当去听。毋是后礼拜爱转来听吼，因为后礼拜老师有录着应用阿兰话笑朱德文对无？即个诚精彩诶吼，会当转来听老师录诶吼，即个耶稣迄阵讲诶话吼，是生得安怎款诶吼。今仔日诚多谢老师甲咱介绍即个番红花诶教堂。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，台湾8:10，泰国7:10，澳洲7:10，过来做伙来听咱讲故事哦。看到遮诶人，会甲家己饲一个赞吼，祝福大家平安，是即个天气愈来愈寒啦吼，毋知恁安那吼，伊开始落雪，所侪所在吼，祝福大家拢健康，多谢听众朋友，多谢老师，大家平多谢，安。平安。